的驻馆团队。他手台湾艺术家交响乐团首席弦乐四重奏，有小提琴家陈静怡教授、陈姿颖教授、中提琴家杨建明教授、大提琴家许鹤文教授所组成的哦。那么汇聚呢，我们4位顶尖的音乐家，以精湛的演奏技巧，还有深厚的室内乐的造诣呢，为台南生活美学馆70年的馆庆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哦。我们现场的贵宾，热情的掌声欢迎CASO台湾艺术家交响乐团。